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9月10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咱来关心风台。中度的风台梅花挖进东部的海面，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今仔日咱全台湾拢会落雨，尤其是北台湾爱预防大水雨。若风台是伫今仔日甲明仔上挖进咱台湾，咱同时来听气象局伫拄则8点半上新的说明。中央气象局持续针对今年第12号台风梅花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这个台风它的暴风圈正在逐渐影响到台湾北部跟东半部的海面。我们先从台风路径图上面来看到台风目前的动态哦。根据今天早上8点的气象资料，梅花台风已经来到了台北东南东方大概30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还是一个中度台风，7级风暴风半径150公里。它的暴风圈目前已经逐渐的进入了我们在台湾东北部、东南部的海面以及台湾北部海面，因此气象局持续针对这几个海面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请在这个海面航行及作业的船只应该要严加的戒备。而这个台风在未来一段时间将会比较缓慢的速度，逐渐的北上。我们预计在明天，这个台风它会来到台北东北东方的近海。这个时候，它的暴风圈还是影响到我们台湾的近海哦。而且在台风的外围环流，其实对陆地上面也造成了天气上面的影响。那从台风的显示路径图上面来看到，这个台风它在今天到明天预计是一个比较缓慢北上的情形，到了明天晚上开始会逐渐的加速往中国华中的沿海前进，届时可能台风才会逐渐的远离台湾。台风它主要的云系虽然都还是在外海，但是台湾这边受到了一波又一波的外围环流影响，所以主要的降雨在北部跟东北部迎风面降雨就相当的明显。另外在中南部今天也会有一些间歇式的阵雨，提醒大家天气上要特别注意。另外我们也对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台中跟南投山区发布豪大雨特报，其中新北市的山区有大豪雨出现的可能。另外，在桃园市的山区、宜兰县的山区以及新竹县的地区也有豪雨发生的可能，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因此，今天在西半部地区的沿海空旷地区、宜兰沿海空旷地区、澎湖跟马祖，我们还是不排除会有8到9级的强阵风，前往海边活动要特别留意。今天将是梅花台风离台湾最接近的时候，虽然它的暴风圈没有直接侵袭到我们台湾陆地，但是它外围环流会带来比较强的风、比较大的雨，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台风的最新资讯。继续关心中度风台梅花挖进咱台湾，伫今仔日到有短时间的强降雨，气象局嘛有针对10个县市发布大雨也是大水雨特报。咱同齐来看分图。今仔日甲明仔是风台上挖进咱台湾的时阵，风台嘛影响风雨嘛是上界明显的。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伫北部、东北部、中部的山区有上大雨，若温度嘛会小可下降。今仔日各地高温是28度至34度，目前风台行的速度真慢，未来会往北行向日本去。暴风圈吸着咱台湾陆地机会有降低。另外，日本即马伫东南边的海面上，阁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伫今仔日会结做第13号的风台密片，离咱台湾也真远，暂时也无影响。嘛要提醒乡亲，今日到拜三的顶部，沿海拢爱设置强风大雨，也阁有大影。拜三下晡开始，风台才会离开北台湾，雨嘛会较停，天气嘛会变较稳定。若拜四到拜六，伫各地会恢复稳定的天气，拢是侪云到好天，而且温度嘛会回升。若伫南太平洋嘛无啥平静，因为昨昏巴布亚纽几内亚发生规模7.6个地震，目前知影造成5个人死亡。若伫印尼的西部嘛有地震，佮连续2届，规模是6.1到5.3，目前无传出伤亡，嘛无大海中。This morning, you can see along the road here the cracks up here. The tension cracks opening up here. 巴布亚纽几内亚的凯南图顶离震央66公里，涂骹拢闭开，就知影地震偌严重。在地人同时也是地质学家的拉夫讲，迄当阵伊想要徛拢徛袂在，只好甲同事咱做伙，盘仔甲杯仔拢摔喺涂骹。因2个囡仔饮料早顿拢野菜，地震时常超过1分钟，伊唤叫大家爱冷静。
The earthquake has caus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damage, landslide. 巴布亚纽几内亚11日早起发生规模7.6个地震，美国地质调查所也发联网应的警报，表示取消。沿海城市马丹附近加内陆地区的建筑物拢受损害，并且造成死伤。对监视器看到地震发生迄当阵，真侪人拢冲到厝外，大家拢真惊。过程中镜头害甲真严重，因国家第3大城芒特哈根的一间超商，镜顶头的物件拢摔下来，玻璃杆破去，上了也甲规涂骹。共款是伫太平洋火山带。印尼也地区冰心，苏门答腊西部外海的蒙塔维群岛连续发生2件规模6.1加5.3的地震，真侪民众拢走到厝外。印尼气象气候加地球物理局讲，规模6.1的地震深度27公里。当地网络媒体报道，有一个人互落来查讲到头。印尼常常发生地震，不过媒体报道这2件地震并无引发零亡影的风险。2018年，苏拉威西岛发生规模7.5的地震，引起56公尺高的零亡影，造成2000多人死亡。是自2006年日落地震以来死亡人数上最地震，也是2018年死亡人数上最地震。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镜头转来咱台湾来关心台南永康发生火烧厝，造成祖孙3个人不幸过往。消防局初步是判断讲，因是中手烘肉用电烘炉咧烘肉的时，电线插伫烟灯线顶头，无插伫插头下，电线烧拍电才引起大火。大火烧乌烟一直清出，中秋连假最后一天的尾暗，台南市永康区富国一路一间名厅发生大火，附近的厝边行到拢走在看发生什么代志。几多台消防车挂台，有几多10公尺的水线拍火。一开始我们一出来的时候，就看到那个车库这边有浓烟，那接着就大火就出来，那也看很快就消防队就过来了。 90岁死亡的厝主是当地林长，伊70岁牵手，因为破病拢一直倒伫咧眠床。迄暗20岁加17岁查某孙，敢若是伫1楼想要用电烘盘烘肉，结果烟灯线爆炸导火。消防人员将火拍完了，伫2楼找到厝主的牵手已经明显死亡。死亡的厝主加20岁查某孙也当场无性命现象，送去了救袂大，只个拿17岁查某孙走出来。他们应该是要准备下来吃饭了，然后。 我在1楼，我就想说我有点饿，我就想先烤肉，然后就3分钟之后，然后就爆炸，我就叫杰杰上去叫他们，然后就来不及，火就太大，我。因为1楼囤真侪物件，火炭正见烧正大，救援困难，造成3死的悲剧。台南市长黄伟哲也赶到现场关心。到达的时候，1楼、2楼全部都是里面来烧火，它主要是因为它里面的火灾量很大，因为它阿公。 大概会堆积一些杂物。这个事情我们真的是3令5声，再三呼吁啊，屋内不要堆置易燃物品，也不要阻挡逃生通道。那这个事情就是一个血淋淋、活生生的例子。消防局提醒讲，像电烘盘、烘炉较正电，唔通插伫咧烟灯线，则袂互电线电流上大过烧导火起来。烘肉时阵也要注意边仔唔通囤伤侪物件，小可加注意，才当安心过节。 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同时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中国防疫坚持清零，对内造成经济无力。今年顶半年有投资中国的企业，餐饮类股弄了钱。这像王品转投资中国的事业，就了3亿外，创下新高，嘛拖累台湾的事业。另外，北方分集伫福建的资本业，即卖已经烧到咧要到大底。来看《联合报》。 根据统计，最近这8档12岁至24岁少年人口有减81万人，严格青少年涉案嫌疑犯增加16%。对2014年有36000人，到去年是增加到42000人，是以早期诈骗抑个毒品才会做上介济。总共甲范围阁缩小到12岁至未满18岁以下未成年。若最近这3档平均当年就拢有掠到1万个人去来犯罪。来看《中国时报》，前副总统陈建仁做总统的特使去友邦校订访问，当志哥咧小解陈建仁的时，高总讲我捌伊是台湾以前的副总统。陈建仁这次去访问是结合3合1的外交之旅，短几工尔，已经甲高总有见过3摆面啊，嘛展现咱台湾甲校订的关系真密。
继续关心疫情，咱国内新型冠状病毒的本土病例，因为 BA.5的变异株，即马搁升悬。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有31000多例，而且搁有29个人死亡。若这新型冠状病毒，有医生即马嘛发现讲，其他亲像呼吸道的传染病，也搁有肠仔病毒等这的疾病，病例数嘛拢有咧增加。12新冠本土确诊个案有31854例，新北上市有6375例，六都甲彰化拢超过1500例，新增加死亡个案29例，拢是重度感染，有28例有慢性病史，20例无注3剂以上疫苗。指挥中心指出，无特殊死亡甲重症个案，本土确诊数甲前一天甲顶礼拜一比起来，小可下降。较昨天减少3740例。那减少了10.5%，那较上周日减少2272例，减少6.7%。连假过后，本土确诊个案是毋是清悬，爱去观察。医所发现，除了新冠，最近其他传染病病例也拢出来。以发烧病例来讲，新冠占6成，其他病毒细菌感染是占4成。到急诊的病人，大部分是5岁以下囡仔。小朋友一来的话，爸爸妈妈会直接跟我们讲说，他这几天没有办法吞东西，没有办法吃东西，那这会让我们比较有警觉性，说他有可能会不会是肠病毒这样子。那还有其他的，包括沙门氏菌哦。毋过有的病症头正共款，囡仔无可能会晓表达。爱靠家长来讲，甲医所现场详细看，先透过快筛确认是毋是感染，各位接触史去评估，佮针对囡仔出现的症头，比如落瀉疱疹来诊断，医所提醒家长，互囡仔过来洗手是上基本的方法。做疫苗无法度防止感染，毋过用防止重症。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前镇的天狗热的疫情，伫昨昏是搁加4例，即马计共有7个人治病，拢伫同一个警戒范围内。市府伫这个九嘛，赶紧咧检查积水的花骹，也是桶仔检查环境，要掠探病网。即马计共有找到52搭有带病网啊。若伫今仔日会继续伫警戒范围内底里扩大处消毒药。工作人员沿路喷油啊消毒，连水沟啊、草埔也拢爱消毒。因为高雄前镇的天狗节疫情继续拓开，卫生局目前已经扩大采检806人，11个增加4例确诊，检验了后拢是天狗节第1型病毒，全部拢是同一波疫情的警戒范围之内。目前已经有7例，大概集中在前镇区港山，我们采取3合1的策略了哈，就是扩大采检啊。然后消灭病媒蚊那以及扩大环境的整洁。高雄车辆出现第1例病例，市府扩大环境采检4000多个地点，发现其中52个带病网的地点，会继续对警戒范围内13个里扩大清消。他锁住的，还叫警察。卫生局人员搬开当地门口的家具，发现门锁掉咧，准备请警察开锁入来检查喷油啊。除了积水容器、无流动的沟啊，这外部环境清消，烦恼疫情民众也家己居家消毒。厝内是平常时阮就拢有咧消毒啊啦，平常时阮就拢有用迄种消毒水啥拢有咧消毒啊。高雄目前是天狗节疫情流行期，除了提醒民众注意居家环境，若发烧、关节筋、肉痛、红疹这症头，要赶紧看医生。民众入境了后5天内，或者是发病2天内，要主动通报确诊，市府会拨奖金2500，希望鼓励民众主动去看医生。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跟乡亲咱同齐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全世界确定病例是已经超过6亿例，死亡人数有651万人。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32128例。目前咱台湾这阵总病例数计共已经超过568万例，日本超过2000万例，韩国超过240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的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法国。美国超过9700万例，印度超过4400万例，法国甲巴西超过3400万例，英国超过2300万例。来关心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过身，英国伫当地时间19日举行丧礼。上新的消息是，美国总统拜登已经正式接受英国的邀请，会甲夫人同齐参加19个国葬。英国嘅新国王查尔斯3世
伫初十正式过位了，北京汉宫外口有几多百位民众来给祝福。原本伫咧巴尔莫勒尔堡内面追悼女王的王室成员，包括爆发生性丑闻案件的安德鲁王子，还有国亲王王妃、公爵甲伯爵等人，行出城堡向民众致意。另外，自2020年3月以来，就无同时出现过威廉王都王母甲哈利王母，也因为女王过身，第一遍同时出现伫咧温莎堡外口，看到城堡外民众献互女王的花，王阿母两个人还佫一直伫咧讨论，要佫行向民众致意。哈利王母甲因的囡仔脱离王室了，嘛住伫咧美国加州。王阿母两个人几多遍表达对王室的不满。这边甲威廉王母同时伫公开场合出现，也暂时缓和双方无害气氛。另外，伫英国的温彻斯特大教堂，女王伫肯亚知影计划消息时阵，大就订旅馆，也和民众来追思。 We've been so moved by the public reaction to having the cathedral open. We just wanted to throw open the doors and make it clear that everybody's welcome to come in, and we've got books of condolence to sign, and people are sitting quietly or lighting candles. 女王过身了，王室的官员宣布，要伫咧英国的时间19办丧礼。公司新闻但是董编辑。来关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场战争已经拍超过半年，过半个月就要满7个月啊！对9月份开始，乌克兰伫东部城市有发动真侪攻势，已经收复差不多2000平方公里的国土，而且即马乌克兰阁抢转来波及东北部战线俄罗斯的军方重要的铁基路，意思就是讲，即马俄罗斯的军方有几若千人已经无法度到战场，即马俄罗斯表示讲，因即马要重新来整队，所以要对哈尔科夫撤军。 大火伫位面体内底清出来，消防人员拼着核飞弹攻击的危险伫拍火。乌克兰最近伫东部城市哈尔科夫发动反攻，3天内底收复超过1/3的领土。当然，俄罗斯国防部7日嘛证实，乌军甲大部分的领土抢到转去，宣布俄军要重新整顿军队，所以为哈尔科夫撤军。Для достижения заявленных целей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п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ю Донбасса принято решение перегруппировать российские войска, находящиеся в районах Балаклеи и Изюма, для наращивания усилий на Донецк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俄罗斯表示，即个要用3天时间重新整顿。退离的时阵，为着分散乌军的注意，会用航空、飞弹甲大炮向敌人进行攻击。对此，乌克兰国家部长嘛，搁一摆强调，乌军会当打败入侵者的事实。 Ми продемонстрували, що ми здатні перемагати російську армію. Ми робимо це за допомогою зброї, яку нам в тому числі надали наші партнери. І тому я ще раз повторюю, що чим більше зброї ми отримаємо, тим швидше переможемо, тим швидше ця війна закінчиться.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为9月开始对俄罗斯发动攻击。乌克兰的武装部队已经收复差不多2000平方公里的国土，甲伊久姆、甲顿涅茨克城市利曼摕到转来。因讲是为今年3月以来，俄军频频撤离基辅以来，输了上惨重的一届。另外，俄罗斯替数千名军人提供后勤补给的唯一一条铁基路的重点城市库皮扬斯克，嘛互乌军抢到转去。代表乌克兰东北部的战线有可能有数千名俄军，可能切断补给，这有可能加速俄乌战争真重要一个转变局面，互乌克兰有希望继续收复哈尔科夫附近的领土，取得更较侪反攻进展。公司新闻台是董朋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真侪国家即马钱变薄，通货膨胀是真严重，而且能源的价格嘛直直起，天然气加能源即马已经起到2当前的15倍。英国有酒吧嘛受影响，有店头即马是经营成本增加真济，有差不多要一半的店头是决定家己吸收，也毋过经过一份调查，总共无来采取行动，安尼有7成的业者可能挡袂过这个寒天。添一杯美露，互人客配菜。伫酒吧内面，甲朋友做阵啉酒开讲，是英国人的日常生活。不过，受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影响，世界各国拢出现严重的通膨，能源价格一直欠悬。业者看到小单，拢讲要挡袂落去啊。We're around about £2,000 a month, give or take, for electricity. That's going to go up to about £1,000 a week. This site here in North London, our electricity loan's gone from £16,000 a year to £65,000 a year. We signed that deal 10 days ago. 有要甲一半业者拢是家己吸收成本，
分析师讲，甲2年前比，能源计数增加4倍到5倍。也若天然气的计数，伫咧2月5战争发生了已經變倍，也是2年前的15倍。業者講，比新冠疫情的影響更加大。COVID was tough, but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be anything as tough as what we've got coming. You know, at least during COVID we could still do which we did, our takeaways and all that sort of thing. But that's all out of our hands now. It's all down to prices way above us. 貿易期刊講，若是當局無趕緊採取行動，恐驚有7成業者無法度擋過今年的冬天。英國歷經上大酒吧甲雞酒業者要求政府鬥相共。We're desperately calling for ac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to give us an energy cap for small businesses and to do a long-term plan with hospitality so we can save pubs and breweries at the heart of our communities by making sure they're taking action to give them essential headroom like cutting VAT, business rates and of course keeping beer duty low. 更加害的是，英國即個通膨指數到10.1%，是40年來上懸點，進一步影響民眾的消費。英格蘭銀行正悲觀的預估，今年年尾經濟會進入衰退，而且會一直拖到2023年歸年。公司新聞鄭偉林報道。今仔日國際上抑有啥物大代誌？甲鄉親咱做伙來看世界。911恐怖攻擊第昨天是滿21週年，美國總統拜登有去五角大樓向罹難者獻花致意。來關心瑞典伫今仔日要舉行國會選舉，出口民調有顯示，社會民主黨籍的總理安德森帶領的左派會當贏小看。來看美國甲日本等6個國家要伫紐約舉辦外交首長的會議，要協助太平洋島國反制中國的勢力直頭擴大。來關心政治的消息，頂日啊，清管1號公會對象要訴案引起爭議。目前呢，衛福部有放令，毋過即馬國民黨是批評講，衛福部這項改變是事先有甲陳時中討論過嘅，才會改變規定。講陳時中即馬根本就是地下部長。針對這件代誌，陳時中是背回講，強調伊無迄個膽去做地下部長，嘛未去干涉醫療政策。也若郭文哲甲無黨籍黃珊珊，即馬是支持批評講，蔣萬安咧做立委的時，根本就無在調去頂陳時中甲執政黨。過來行基層博感情，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陳時中再去到北投來參拜，祈求疫情早日退散。不過最近公會清關1號限縮使用對象，引發大家反對。衛福部隨即修正放寬條件。國民黨批評陳時中是地下部長，這會出現政策大洗碗。陳時中是強烈反擊。我哪邊黨是地下部長？我仍然站在這裡，我不會是地下部長，也不能也不會去指導衛生福利部做任何的事情，畢竟人已經不在這個位置。哪一天我也會變成地下部長，就是已經死了之後，這個都完全都是外界在揣測啦。另外，對着台北市長郭文哲用網仔頂牛角來講，蔣萬安對立法院的文靜的表現，認為蔣萬安頂陳時中頂無法，相反是市長參選人的黃珊珊是認為蔣萬安無法度來執行執政黨。蔣萬安委員他其實在立法院問政。很多時候都是沒有辦法制衡當現在的執政黨嘛。對於台北市的問政，為台北市發聲的機會好像也不多，所以我覺得台北市也對他的問政內容蠻陌生的。這是牛角的問題哦，而且其實台北政府跟中央常常在很多政策上面也是狗吠火車，所以也凸顯了民進黨政府的阿爸。台北市三家都競爭激烈，起步的話題是繼續發酵。對此黃珊珊批評，台北即陣面臨真濟挑戰，像是民生經濟、高齡化、甲囡仔生少這議題。台北市民上無關心的就是起步。記者綜合報道。那伫今年4月份的時，新北市有一個2歲囡仔恩恩，因為得到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袂赴量早趕到病院，尾也到病院的時救無回來。恩恩的老爸中秋的時有佇面冊寫文章，講出伊想囝的心情。民進黨的新北市長參選人林佳龍，伊是答應講，準講予伊選調市長，伊會建立以新北為主的緊急醫療救護系統。那對此現任的新北市長侯友宜是表示，伊會當理解家屬的心情。那新北市嘛一直攏有配合調查。
新北市2岁囡仔恩恩为着病毒来过身，拄拄着中秋节，恩恩爸爸也伫面册发文抒发对恩恩的思念。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林佳龙对此表示不甘，批评市长侯友宜应该负起责任。作为一个市长，他是防疫指挥官，他要负起这个责任，而不是很廉价的去说，他感同身受，有点虚伪啊。事实上也是很粗暴的行动。林佳龙解释恩恩爸爸一句“阮即阵唔敢住伫新北市”，也说明恩恩的过身对厝内底人造成的创伤甲阴影，也答应若是当选市长，一定要来公布真相。成立公正调查小组，也建立以新北为主的紧急医疗救护网，好亲像恩恩的事件莫阁发生。家属的一个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那我们目前所有相关的资料都已经报给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也报给法院。那监察院我们也都配合在调查中。侯友宜强调，会理解恩恩家属的心情，对着监察院立案来调查，传出会在9月下旬约询新北市副市长林佳龙是呼吁，侯友宜是新北防疫最高的指挥官，应该出面来接受监察院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要提醒乡亲每回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咱台湾，所以这几天乡亲上好着安全，较莫挖进山区也是海边啊。亲像新北的乌来山区雨就真粗，第三甲的大坝溪，伫咧插江之山谷航坝区，伫昨早是有开放航坝的，也毋过因为水头伫落大雨，水规个冲下来，国家级的警报伫11:42的时发布简讯，提醒爱赶紧疏散，无到10分钟就看到大水规个冲落来。新北市三峡大坝溪就至山谷航坝区，礼拜早起开放予民众伫咧溪仔边航坝。早起11:20，大坝溪顶楼就已经通报溪水变路，可能有大水。伫11:24，发国家级的警报简讯，提醒疏散。到11:30，就至山谷的航坝区溪水水涨起来，溪水正窜流，民众的布棚、航坝架啊、桌啊、椅啊，这物件拢予水冲走，现场正惊人。红12会驻点人员是疏散游客。要不要上去了？你们这样子危险！哎，不要了，危险！真的人命比较要紧。礼拜五，以新北市乌来信县派出所的雨量上侪，雨量上侪前6名拢集中伫咧新北市乌来区。第12号风台梅花，今仔透早2点的中心，伫台北的东南东方差不多310公里的海面上，以1点钟7公里的速度向北边的方向线震动。北风圈已经进入台湾东半部海面，对东半部也有北部海面造成威胁。气象局也继续发厚厚的直播。我们发布了豪雨特报，提醒大家，今天晚上到明天，新北市的山区会出现局部性的大豪雨，桃园山区可能出现局部性的豪雨。另外，基隆北海岸、宜兰、新北到苗栗、台北山区、台中山区和南投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气象局讲，照目前每回风台行的路线，发陆上风台警报的可能性无大，因果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容易会有短时的强降雨，也是要注意强阵风加桃胶帮溪水涨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中秋团圆，不管是啥物款的交通量拢真大，拢真无用。也毋过代替园林的号志，对年假头一天就故障就嗨起，是一直到昨早要收假才收理好势。代替局长杜比昨昏有专工到现场去确认状况，冒向当地民众也有社会回实的。交通部政务处长何尚林甲代替局长杜培到中华大川中正西路并沟道确认设备经过维修了后正常运作，也对这摆号志故障引起的无方便向附近居民回示的。这个长达在6-7公里的一个距离啊，需要逐步来去做一个审查。好，那在这边还是要跟这个民众说声抱歉。那现在这个状况，我们知道问题在这里，那我们就是来抑制它。代替表示，为7月开始，总共影响超过396班车，7万多名旅客。11透早抢修个完成测试，按过代替产业工会认为，上根本的原因也是人力不够。我在很少的人的情况底下，我有非常多专业的项目必须要用外包的方式去处理。
这代表着我们铁路相关的技术是没有办法掌握的，要留住我们台铁的员工，然后运工机电的人才都要留下来，并且做好技术的传承。代替产业工会表示，为这摆状况就快出来代替无长久精力甲完善的作业措施，专业甲技术敢会用外包，无法度将技术甲专业留伫代替体系内底，互大大小小各种影响营运，所无法度为根本来解决。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热人有当时温度拢是较袂着，就升到30外度以上。若鸡是因为天气伤热，食袂落，即嘛影响两家的生产量。台中有农民就讲，即卖产量剩无60成。若细只的鸡囝嘛真歹饲，即嘛敢若会当互鸡赶紧吹电风，也是夜水来转水，夜水降温，希望赶紧恢复应过的生产量。甲鸡卵一粒一粒摕起来斟足切，年初国内欠卵的情形真严重，地区价销大起。想袂到热人，阁受到天气的影响，鸡卵生较少，有饲无回的情形，互大白价销一斤起到52块，创历史新高。咱的小鸡吼嘛，有的拢定无啦，来小鸡嘛真歹饲啦，气候嘛受影响反正都这嘛毋知要安怎讲，反正都无顺足重的啦。天气烧热，害鸡仔食袂落，卵生较少，连鸡仔囝嘛真歹饲。台中有农民表示，较早一只新鸡会当生9成的卵，毋过今年产量大减，剩无到60成，干那会当互鸡仔吹电风、储水降低温度，希望鸡仔恢复应过生卵量。鸡嘛食较袂落，这个鸡有当时吼，甲较早袂比，这产量加真歹。咱一般新鸡吼会当生到9成外嘛。即摆有当时入去新鸡吼，我生无60成呢。所以讲市场上这卵这欠到安尼。农委会本地掠准7月到8月鸡卵的市场需求较少，供应就会稳定落来。想袂到天气伤热，产量大减。9月中秋，高标业者鸡卵需求愈大，想要将卵价压落来，恐惊着搁爱等。记者综合报道。若南投鹿谷小半天是出产竹仔，这嘛是在地特产。即阵社区有开课程，配合每年兔仔年，有请时代用竹仔来编兔仔来造型。未来呢，这作品嘛会摕来增添社区，和社区愈来愈水。老大人认真地熬竹仔，把竹仔固定到绑好的铁架顶面。详细较看，好亲像是兔仔的造型。而且有的徛咧，有的拍咧，拢无啥共。做只兔仔咪真困难唻，无做。这个乡村的美化有真大帮助啦。社区的成员，大家合作来创造这个社区的美景。南投鹿谷小半天一搭出产真侪竹仔，因为是在地人食性的产业。即阵嘛带来观光，因为明年是兔年，顶拿竹风甲河雅这3个村的社区课程，专讲互老大人亲身动手，用竹仔编做兔仔。若是要互时代愿意出来外口行打、叮当金马，嘛要用因的作品，甲社区增添好更较水。用竹子去做一个串想，然后因为因应明年的兔年这样子，所以编织竹编兔子，我邀请3个社区的一些长辈来一起来制作，这样子我们一起为社区制造出一份力。那我们会搭配我们的高架桥，那点灯的仪式的时候，我们会在那边做一个成果展示。那未来也会放在石马公园。社区长辈咧做竹编的过程，看出来是足认真，嘛做甲真欢喜。而且这挂作品会放伫咧石马公园，嘛互因足有成就感，真期待未来的展览。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保留故乡的历史甲文化，屏东的内埔过50冬了后，即马是个新编新的乡志，有邀请专家学者用在地人物产业经济，也个宗教礼俗在做主题，详细记录在地故事，帮助乡亲会当了解内埔的发展，嘛传承客家文化。
桌顶所摆列的，正就拄则编好要出刊的内部乡志，内底详细记载在地地理生态、产业和发展。这是自顶一版的乡志过50年以后，公所请专家学者就记录乡亲，搁再定修，最新编出拢总45万字的大作，全民大家拢非常的期待。有一个可以介绍内埔的一个刊物，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好的，因为时代也很进步很多，资讯也很发达。那我们现在这样子，如果我们内埔乡可以出一个乡志，让我们的乡民可以再更进一步了解自己在地的东西，我觉得我是很期待的。配合历史歌舞6队总体剧场的开演，演出屏东6队内部300年的历史进展。公所表示，这届编乡志除了专家学者的用心，上调也是乡亲无私提供旧相片甲故事，才通让新编的乡志变得遐尔精彩澎湃。整个编撰的过程中，当然很多的意见的分歧，都是我们在整个的编辑过程中所要克服的，也非常的感谢我们所有的地方人士，提供他们非常多的老照片，非常多的一些人文意识，能够在我们的这本13篇40万个字的一个乡志里面，能够增加我们丰富的内容。新编内部乡志的完成，是代表内部属新庄头庄尾合作的成果。公所也讲，未来嘛要透过专台图书馆的典藏，甲编书的美观分享给全国参考，搁要开放给民众注文，甲乡志买回去，感受到水脑水电层的客家文化。记者综合报道。新外消息来关心，行政院有打算要推新的数位身份证，严格尾也是因为治安的争议，即马先宣布暂时冻点。有风声讲，内政部即马打算是要甲改做无晶片的版本，这是引起立委批评，政府乃使变来变去。那内政部伫每年各编6738万数位身份证的预算，嘛互批评讲无采人的钱。新设数位身份证受到治安争议，加上文书遗漏，引起外界反对的声音。行政去年临时法庭宣布暂缓发行，但提到社会共识。不过还未等到暂发出来，内政部传出无要推数位身份证的话，无排除先发行无晶片版。因为是这期政府浪费公家的钱。一个政策不要为推动而推动，不要为消化预算而消化预算。更重点是现在的相关法令以及资安都还没有完全厘清。现在所有的案子都没有定案了。内政部澄清相关政策拢也在讨论的阶段，无定案，避免争议搁滚加。立法院国民党团指出，数位身份证要经过事前充分评估，加专法通过才能发行。不过内政部每年有原编的数位身份证的预算高达6738万。因为有各自的问题，所以大家反对，那是不是其他的一个精进的作为就不做了呢？因为现在只是暂缓嘛，你只是暂缓，以后可能有继续要用的可能，所以你要去维运它。内政部解释，预算是要机器设备的费用，分年度编的预算摊提加进入水电工条、安全维护基本维护费。民进党团认为是政策失灵，无排除伫新会期提案删减预算。民进党立委吴玉琴也讲，内政部要对外说明清楚预算的用途，若无可能面临预算冻结。记者综合报道。昨昏伫台北的大场顶有一场音乐会，是要纪念望春风甲苏桂红的作词者李林秋，希望甲咱台湾传统歌谣的水继续传唱落去。烦恼啊，讲笑阮也是风大海啊，风天不知。台湾经典歌曲《望春风》，由歌手朱玉信改编做无同款的风格。朱玉信嘛特别唱1933年李林秋上原本写的词。月娘笑阮戆大呆，咱原来是写月老，月老笑阮戆大呆，你体会讲啊，月老较厉害嘛，有无？除了《望春风》、苏桂红、宝破王等等的歌词，拢是李林秋的作品。李林秋的后生李修干回忆，较早李林秋拢会伫暗暝、喝酒、片夜来乡来创作。阮老爸就写好吼，伊过顶工哦，就念互阮老母讲暗仔听。因为你也知影古早吼，查某女性哦拢较无受教育嘛，所以念无听，那伊感觉听无啥话时就紧改。我问老爸为什么爱安尼生？伊讲哦，这就是即摆咱现代的 marketing。
现主席李林秋伫大稻埕的故居嘛，正做台北市的古迹当咧修复。筹备委员会甲大稻埕创意街区发展协会嘛，特别伫11举办纪念音乐会，传唱李林秋的作品。以前叫流行音乐，但是到了我们现在呢，它已经变成一种怀旧跟怀古。就每个人听到这个以前的这些歌谣，台湾歌谣的时候，都有一种怀旧感。事实上，它是跟我们人跟这个土地的连结，它是有一个关联性的。周佩荣表示，希望更较侪人会使像李修甘同款，回头看家族的故事，了解家乡的历史。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报道。那威尼斯雅典刷过啊，伫雅典的期间，威尼斯金光闪闪，因为有真侪大明星到期。明星咧行红地毯的时，嘛甲水暗摕落来。伫现场，明星媒体甲迷众是真甲直通通，咱嘛同齐来看。今年威尼斯雅典来参加的明星真多，伫咧当过严重的新冠疫情了，参加的明星来宾拢无挂水暗，红地毯两边配满媒体甲粉丝。伫看下雅典了进行的威尼斯雅典，是欧美亚大掌柜的前几场，真侪导演、演员一直遮办新作品首映会。真久无作品的好莱坞男明星布兰登·费雪新作品正受注意，伊是演一位失去伴侣的同志查理。伫疗伤过程，重新甲查某囝恢复感情，因为伫片内查理的体重超过200公斤，布兰登·费雪除了爱食较大颗，每一遍演出前也开6点钟化妆。You need to be an incredibly strong person, physically, mentally, to inhabit that physical being, and I think that is Charlie also. 布兰登·费雪正又会呈现主角心情的变化。伫电影首映了，现场的观众站起来拍步啊，到6分钟久。这个角色也被看好会当摕到明年的奥斯卡奖。布兰登·费雪30年前开始演戏，90年代尾以《神鬼传奇》称红，2013年了突然间消失。4年前，伊才讲出被主办金球奖的外籍记者协会主席伯克性死了，身体心理正受创伤，变过离婚，老母过身，所以暂时退出表演事业。到2018年，伊认为身心拢全好啊，重新转到大型部。布兰登·费雪讲，因为伊的人生有过这段经历，所以对戏中查理的心情绝对是当感同身受。My journey to where I am now has been to explore as many characters as I can, and this presented the biggest challenge to me that I wanted, and by far and away, I think that Charlie is the most heroic man I have ever played because his superpower is to see the good in others and bring that out in him. And in that process, he's on his journey of salvation. 那讲到今年威尼斯雅典红地毯，一定爱讲好莱坞的男明星提摩西·夏勒梅，伊穿插打扮的风格一向甲别人无同。这边伊穿着设计师好朋友海德·艾克曼的新作品行红地毯，这件大红衫后边全部镂空，引起现场的骚动，跳脱性别的限制，互伊的时尚标签搁再加一条新纪录，互时尚界叫做先人顶级的61岁女明星提尔达·史温顿，1991年第一遍伫咧威尼斯摕到影后，2年前也获颁终身成就奖。这边伊的造型是金色的头帽，新的造型唔但是正规特别，伊讲伊头壳顶的金黄色是乌克兰的国旗色，表达伊对乌克兰精神上的支持。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天气报道者来关心中度的风台梅花，即马挖进咱台湾东部的海面，海上警报继续维持。那今日甲明仔是风雨上界明显上大的时阵，伫北部、东北部、中部的山区拢爱细至上大雨。伫拜二暗的时，风台才会豆豆离开，北台湾的雨嘛会较停。那到拜三，天气才会恢复豆豆稳定。咱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4度，上悬2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2度。
外岛的温度有25度至35度。咱同齐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